其實沉香最主要咧，第一就係因為佢嗰個嘅性味咧係一個係辛溫，而咧個味咧係比較芳香嘅。咁所以咧，對於一啲咧需要走竄啦，或者需要呢一啲咧行氣導滯嚟講咧，係比較好嘅一個角度。咁第二咧，從顧名思義，個名叫沉香咧，嗰道氣係會向下降嘅。如果有時咧道氣咧係唔通暢嚟講，可能會噯氣啦、反酸啦、嘔吐啦，或者令啲脾胃道嘅不適嘅情況咧，用沉香都一定嘅幫助。沉香咧，本草綱目當中咧都講多咗，例如話佢哋叫驅治百邪啦，佢驅嗰啲蟲痢等等嘅情況咁樣嘅。原因就因為咧本身沉香咧，佢呢個嘅味道比較猛烈啲，咁對於一啲嘅蟲毒啦，或者一啲咧防蟲防蛀咧都比較大嘅幫助。咁另外咧就話啲避百邪係咩意思咧？用意就係話咧，當身體有一啲如話因為感染到唔同嘅外邪啦，身體嘅氣血唔流通情況之下咧，令到沉香都一定嘅幫助。咁所以呢啲治百邪啊、辟蟲害等等咧，都一定嘅幫助嘅。沉香對於好多唔同常用嘅一啲嘅中藥嘅處方啦，亦都係一個會使用到嘅一個藥方。咁所以近排咧，的確都聽咗唔少嘅一啲嘅藥商啦，或者一啲唔同嘅商品啦，出現咗多一啲沉香嘅用料當中。其實對於面對疫症啦，其實我哋最主要嘅心態就係咧，要係平常心、坦然啲去面對。點解咁講咧？縱使係影響到大家嘅經濟，影響大家嗰個嘅收入，但係對於咧疫情嚟講咧，最大嘅關鍵就係做好每一個人嘅一個基本嘅衞生嘅防疫嘅意識啦。唔好太過憂心憂慮，因為中醫嚟講啦七情係會致病嘅，過分嘅憂傷亦都會傷肺。如果呢個情況係持續嘅話咧，係會更加容易感染到唔同嘅病邪。中醫嚟講肺咧係一個我哋叫華蓋啦，係第一個防護嘅機制嚟嘅。如果第一個防衛機制咧已經受傷嘅話咧，係之後身體更加容易叫做感染唔同嘅病邪咁樣。